少君，已经安排妥当，毒就下在琉璃盏内，中午服用，午夜发作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今天加了好多好吃的，来，快！哎呀，那个按我们花园城的规矩啊，我们三公主用膳，你得在旁边陪侍着，替我们煮的布菜啊。这是自然。少君，毒就下在琉璃盏内。少君，琉璃盏内。好吃好吃，一起上，哇，公主，哎，三公主，厨房问今天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啊？炒一把，炒一把。餐具也要最好。是，那就全换成琉璃盏吧，什么是琉璃盏？用琉璃做的盏。莫非韩硕在菜里藏毒？好你个韩硕，我辛辛苦苦将你从大牢里救出来，你却恩将仇报。少君今天操劳一天了，不如坐下来陪我一起吃吧。不了，你们花园城的规矩，男子不上饭桌，还是三公主请吧。这玄武城有一句方言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既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那就应该是夫唱夫随。少君，请用。你现在是一人吃两人补，还是三公主请吧？当然是客随主便了。我让你吃，你就得吃。张嘴。哎，不用。形似和睦，相敬如宾。嗯呐。个屁！气死个头！都别愣着了呀，赶紧重新准备。不用准备了，我不吃了，这饭没法吃。哎，你去哪呀？陈主府。去陈知府干嘛呀？吃饭。那我也去了。琉璃盏，少君，白姐，你知道背叛我的人什么下场？少君饶命啊！属下不敢，属下对少君一直都是忠贞不二啊。不是忠心不二。本来都计划的好好的，这毒就下在琉璃盏内，谁知这三公主心血来潮，将所有的餐具都换成了琉璃盏，就像那之前心血来潮纵马成劫一样，导致计划失败，异曲同工啊！世事无常，也非属下能够左右。还请少君给犯错的人，尤其是我，
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这顿早饭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吃饱了就别吃了。药用典籍中有说，且味甘性寒，致滑而痢，孕妇食之，犹见其害，你不能吃。是。那我吃个螃蟹好了。螃蟹性凉，有活血化瘀之功效，你也不能吃。母亲说的对，辣子鸡我怎么能吃？孕妇不能吃辣的，是谁端上来的？撤掉，快！我摸螃蟹，对啊，我辣子鸡。三公主，你这是？我手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手工纱尚在呀。手工纱？不对呀，陈芊芊好色成性，怎么还有手工纱？我得回去捋捋剧本逻辑。难道陈芊芊抽烟喝酒逛花楼，但她是个好姑娘？那还真是意外之喜啊！我倒要问你，喜从何来？是这手工纱还在，这喜从何哪来？哎，三公主，你，为了一个阶下囚，居然将子嗣大事信口拈来，你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番期望。你如此的不分轻重，真是罔顾了我贵族颜面，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韩硕呢？韩硕，不是母亲啊！你息怒，你不要怪韩硕，母亲。快解释啊，三公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爱韩硕，女儿与他一见钟情，便情深意重，没有韩硕我就活不了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罢了，你要是样样明白，你就不是陈芊芊了。不过，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男人，只要他不兴风作浪，我饶他一条贱命；否则的话，我连你一块收拾。我吃饱了，我得先回去了啊。我先回去了。下去吧。把这些都拿走。城主，你不用过分悲伤，这些东西啊，迟早用得上。但愿吧。举步维艰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我身边还一公和一母，还原城主也就罢了，可这韩硕可怎么办啊？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！不行，我得把他踢到陈楚楚那边去。故事推到大结局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可现在剧情卡住了呀。子睿，在你们这个年代，写剧本的人叫什么？何为剧本？就是画本。画本先生啊，对，就这个，怎么称呼？说书的。评书、杂剧、戏子、唱词儿，皆有。皆由画本先生撰写。厉害呀！这怎么说起来，按辈分来讲，还是我祖师爷呢。三公主，想听故事？不是，想找几个幕僚。